大家好，歡迎返嚟講鬼夜話，我係你哋嘅主持人盧思發。喺未開始故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頻道，俾個 like 支持一下我哋，同埋可以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第一集講過香港油麻地戲院嘅都市傳說，今晚我哋要穿越時空，揭開香港最猛鬼嘅戲院東城戲院都市傳說。大家準備好入場未？入場之後記得唔好坐錯位。1964年東城戲院呢間由萬國殯儀館改建嘅戲院，唔單止係香港史上最猛嘅靈異熱點，更加係一個永遠都唔會散場嘅亡靈影院。東城戲院喺1964年2月9號正式開幕，但係好多人知道呢度前身其實係萬國殯儀館。根據當年嘅建築圖則顯示，戲院嘅男女洗手間正正就係以前殯儀館嘅停屍間位置。而戲院嘅地下室更加係昔日處理遺體嘅地方。改建過程中，發展商為咗節省成本，保留咗殯儀館超過60%嘅原有結構，包括嗰啲用嚟運送遺體嘅秘密通道，同埋牆身入邊用嚟防腐嘅特殊塗料。呢啲歷史痕跡可能就係後來一切詭異事件嘅根源嘅。要數東城戲院最經典嘅都市傳說，就一定係全院滿座事件。老一輩嘅香港人幾乎個個都聽過。但係咪真人真事呢？到今日都冇人敢寫包單。有幾個版本流傳得最犀利。話說有個戲院經理，佢發現咗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就係每場電影明明飛就賣咗唔多，但入場人數就多到離譜。佢心想唔通有人用假飛，於是就親自入場巡查。當佢行到去前排，喺漆黑一片嘅環境下，用電筒照一照，佢見到前面幾排嘅觀眾個影竟然係離地漂浮嘅，即係話多出嚟嘅根本唔係人。第二個版本話說有個後生仔自己去睇戲，入場嘅時候明明成個廳都得小貓3、4隻，點知個後生仔去完廁所翻入嚟，發現成間戲院不知不覺坐滿晒人。最恐怖係喺隔離位個觀眾居然拎住元寶蠟燭喺度食，仲陰森森咁問佢：你要唔要都試下？嚇到個後生仔即刻衝出戲院，從此唔敢再自己去睇戲。以前香港入戲院係冇全院禁煙，有時入戲院嘅時候，你會見到有啲觀眾係會響裏邊食煙。第二個東城戲院嘅都市傳說係借火柴事件。1971年，有個姓陳嘅觀眾向報館投訴，話自己響戲院裏邊嘅時候，突然有人從後邊拍個膊頭。有一晚，佢自己一個人去東城戲院帶埋火柴同煙入場。場內嘅人唔多，當套戲播緊嘅時候，突然間有個人喺後排拍咗左邊膊頭，同佢講：老友，借個火。姓陳嘅觀眾都算好心，佢隻眼繼續望住個銀幕，隻手就拎住盒火柴向左後方遞咗出去。點知把聲又話唔係呢邊啊，係嗰邊先啱。咁於是就將盒火柴遞去右後方。不過等佢一陣，都冇人伸手接住盒火柴，佢覺得好奇怪，心想：有冇搞錯啊？於是就轉頭望一望後面，點知後面成一行座位根本就一個人都冇。佢當堂成個心寒一寒，想轉翻個頭睇戲，點知個頭都未轉定，就俾一對睇唔到嘅手掌啪啪聲刮咗2巴。跟住有把唔知邊度傳出嚟嘅聲，係佢耳邊好惡死嘅鬧，叫你借火，你做咩唔借俾我？就係咁。姓陳嘅觀眾俾佢嚇到病咗好一排。件事之後，佢請教過啲專家問點解，個專家話其實個鬼魂係全心搞嘢嘅，因為人個額頭同兩邊膊頭上面都有3把火，可以護住自己，等啲靈體唔容易埋身。喺啲陰暗地方，如果無端白事有人喺後面叫你，千祈唔好即刻轉個頭，因為一轉頭，額頭嗰把火就會熄咗。咁樣啲靈體就有機可乘。個鬼魂特登用借火呢個借口，就係想引佢去望，等佢額頭把火熄咗先至搞嘅。跟住落嚟呢個古仔更加得人驚，就係關於一位喺戲院廁所出現嘅冇下巴婆婆。要留意啦，東城戲院嘅廁所傳聞係由前身殯儀館嘅停屍間改建而成，所以特別猛鬼。話說有位女觀眾，佢自己去東城戲院睇戲，睇到一半想去洗手間，當佢行到去廁所門口，就見到一位老婆婆坐喺度，用把葵扇遮住自己塊面。個女觀眾本來都冇為意，點知個婆婆突然叫住佢：後生女，可唔可以幫我拎啲紙巾啊？個女觀眾好心，就喺手袋度拎包紙巾出嚟。當遞俾個婆婆時，
個婆婆突然間放低把葵扇，用對好似死魚眼咁嘅目光望住佢，講咗句多謝你啊，後生女。就係呢一剎那，個女觀眾嚇到成個人僵咗，因為佢見到個婆婆原來係冇下巴嘅，婆婆塊面嘅肌肉只係生到上嘴嘅，下面就直接係一排生得參差不齊又黃又舊嘅牙齒。個女觀眾嚇到尖叫，頭都唔回嚟衝出廁所。點知更加恐怖嘅事發生咗，發現成個戲院大堂不知不覺企滿晒人，有男有女，但個個都同個婆婆一樣係冇下巴嘅。最後個女觀眾嚇到暈咗響大堂，醒翻之後個女觀眾病咗成個幾月先至好翻。無論係男廁定女廁，都有好多人報稱響鏡度見到唔應該見到嘅嘢。1973年，有位李小姐話自己去廁所嘅時候，見到個無五官嘅女人同自己一齊照鏡。當想離開嘅時候，個無臉女人突然伸手捉住佢，用把機械式嘅聲音問：我靚唔靚啊？而男廁方面，有多個男觀眾話見到鏡入邊有個眼中流血嘅人頭，仲要一路跟住自己轉動。等我哋用科學角度深入拆解呢啲靈異現象。環境心理學解釋，當人知道自己身處嘅地方前身係殯儀館，大腦嘅杏仁核就會異常活躍，產生強烈嘅恐懼感。呢種情緒會令人將所有不尋常現象自動解讀為靈異事件。建築結構問題，舊式戲院嘅通風系統可能積聚咗微量化學氣體，特別係牆身殘留嘅甲醛同福爾馬林，加上放映機產生嘅17赫茲次聲波，會直接刺激大腦顳葉，令人產生幻覺。視覺科學分析，戲院由光到暗嘅急速轉變，會令視網膜出現視覺暫留現象。研究顯示，喺低光環境下，人類大腦會自動將模糊影像補完成熟悉形狀，解釋咗點解會見到人影。社會心理學因素，當年灣仔區有超過7間戲院競爭，唔排除有同行刻意散播謠言。喺集體心理暗示下，即使係正常現象，都會被解讀成靈異事件。根據1974年《華僑日報》嘅報導，東城戲院因為鬧鬼傳聞，導致生意一落千丈。最終於1974年8月31號正式結業。有趣嘅係，喺拆卸過程中，工人確實喺地下室發現多具未完全清理嘅棺木同殯儀用品，某程度上印證咗部分傳說嘅來源。東城戲院雖然已經消失，改建為今日嘅東城大廈，但呢啲傳說依然流傳至今。與其話係亡靈作祟，不如話係一個時代嘅集體記憶。每個城市都需要一啲鬼故事，因為咁樣先至能夠承載我哋對歷史嘅敬畏同對未知嘅想像。下次當你經過灣仔洛克道，不妨停低腳步，感受一下呢個城市嘅記憶脈搏。可能你會發現，最恐怖嘅唔係鬼魂，而係被遺忘嘅歷史。我係老司法，多謝你哋收睇講鬼夜話，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嘅講鬼夜話，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，同埋分享俾其他人。我哋下個星期六再見，繼續發掘香港都市傳說嘅另一面。